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好吗？我们来唱这首《叫我抬起头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从头再来一次。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感谢主。我们知道在最近我们的世界遭遇了战火，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依然瘟疫四溢。主啊，我们仍然要站在这边，我们要来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你满满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站立在这边赞美你。我们一起安静心来唱这首《恩典之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我们从头再来一次。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的手，你手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生路。你爱，你手，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生路。主啊，我们知道战火仍然在这个时刻仍然在延续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无辜的人死伤在这个无辜的战火当中。主啊，我们恳求你让这个战争能够平息，我们也恳求你让这个瘟疫能够早日平息。主啊，我们知道这几年让非常多的人在很无助的状况当中离开这个世间。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仍然掌权，你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作王。主啊，我们要来回应你。主啊，我们能做的虽然不多，但是主啊，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的寻求，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主耶稣，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我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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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们来回应耶稣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主耶稣。
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充满感恩。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感谢主，因为有耶稣在我心。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救赎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感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要来回应你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以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我们请同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啊，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我们用我们全人全心的敬拜的声音，我们的赞美得到你的接纳。愿我们的心这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也知道你也在这里。主啊，谢谢你过去一个礼拜的带领，看顾我们平常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特别我们无助软弱的时候，你陪伴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叫我们在6日的工作的主日这一天，我们要与你同在，叫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就像当年摩西举起蛇一样。主要当我们抬起头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得到医治。是啊，我们就必然得到平安。是啊，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的恩典的路，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我们都经历过死荫，经历过幽谷，我们的生命一定有不顺利的时候，是吧？但你都在这里。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诗歌，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主要我们要特别为我们建成的乐团，他们这礼拜去宜兰
退休会，主要有你看顾他们整个路途的平安，让他们在那边有得到好的喂养，有好的休息。谢谢你，我们也在今天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心仍然非常的火热，仍然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得到你的喂养，透过牧师的教导，是吧？我们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那么好的天气，新的日子。不愿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这时候，我们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边做一些报告，我们来看手上的周报。代祷的事项一样，请大家为了我们教会，有许多提名，上面有记载的肢体，我们为这些肢体的需要的健康，来代祷。第二点，我们也为，特别是这一阵子，从2月24号到现在，应该已经18天。18、19天，那我们俄乌战争，我们看到，这个战争真的像刚才兆明哥说的，就是很多无辜的人流离失所，很多亲人，他们的亲人失去生命，我们真的特别为这件事情要摆上我们的祷告，为他们纪念，希望这个战争可以早日的平息。好，第三个，我们为全球以及台湾的疫情，求主持续来医治，那希望我们台湾也可以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好，教会的消息，我这边再报第2到4点。第2点，下礼拜6下午2点召开小会，然后下午4点是长执会，然后请长执来留意。好，第3点，请各团契会长在下礼拜天前提交第2季的团契活动跟服事排班给干事会诊。第4点，针对乌俄这个战争，我们总会，我们长老教会的总会有特别联系普世伙伴的教会跟机构来参与这个难民人道救援的统筹募款。那划拨的账号，如周报上所记载的，那我们教会没有特别为这件事情在做特别的那个统筹。那如果大家有为这件事情有特别有感动的话，可以直接上这个网站来查询来奉献。团契消息，我们再报第1点，刚刚有提到今天昨天跟今天是我们乐团到宜兰退休会1年1次的退休会。那我们特别为他们的这个行程整个平安来祷告。好，那奉献的明细就请大家自己来看。好，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向干事来更正。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那鸿书的1章15节到第2章的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看哪，在山上有报佳音、传平安之人的脚踪。犹大啊，守你的节期，还你的愿吧，因为恶人不再侵犯你，他已经灭绝尽尽了。那打碎你的人上到你面前，要看守堡垒，把守道路，要挺起腰来，大大使力。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像复兴以色列的荣华，因为蹂躏者曾经蹂躏他们，毁坏他们的葡萄枝。愿上帝祝福这段经文以及我们这些听到的人。好，讲到志梅牧师要用安慰之声来跟大家卫冕。
时间交给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这2个月的读经进度，不晓得对大家来讲是一种很痛苦的过程，还是怎么样？因为小先知书通常一般的基督徒都不太爱碰啦，哈，或者是就因为感觉有点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哈，因为他的处境不太，每一几个书卷的处境都不太一样，不太跟我们在读大先知他们比较着重在他们有一个重点。比较有一个范围，比如说他们是针对北国或针对南国啊等等的。可是小先知就是一下子对这个国家，一下对那个国家，或者可能在读的时候会有点错乱。那里面的有一些人名地名啊，又不那么的熟悉，所以这几个月从这1-2个月的读经进度，进入到小先知书的世界。其实小先知虽然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面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上帝整个对全地的护佑是这么的丰富，这样子。好，所以呢，在小先知书里面呢，我们从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然后一路路走到现在那鸿书，我们看见上帝他差派先知到各地去传讲他审判，还有怜悯、安慰的信息。上帝的这些信息不单单是指给他的子民。我们从小先知书里面看到，上帝也对外邦人，就是不信，就是还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他的，好那些地区也一样，有上帝的信息要给他们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说，上帝真是全地的主，他不是只有以色列的主，好，他是全地的主。上帝曾差派先知约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先知。上帝曾差派约拿前往尼尼微这个地方宣告审判的信息。那个时候尼尼微，我们走看约拿书的时候就知道，哇，尼尼微全城怎样禁食、披麻蒙灰，好，然后呢，好就展现出他们要悔改的那个诚意。上帝也的确收回他的怒气，没有降灾祸给尼尼微城。可是啊，我们从后续的历史再往后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尼尼微那一些看似悔改的那些举动，其实并不是真实的悔改。他们只是想息事宁人而已，就是讨羞羞悲令令，就是前面就是一副好像我们讲说夫妻吵架啊，或者是朋友之间吵架啊。因为这边刚好看你们，我跟以前牧师也会吵架哈，夫妻难免有一些那个。好，在争执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有一方就会是好，对不起啦，那个就这样子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是有的时候，另外一方可能会觉得说，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起？你真的是打从心里知道你做错了什么，你要对不起，然后你想要改变你的行为呢，还是怎么样？可是尼尼微的这种他们的悔改的模式，就有点像好像就是因为对不起而对不起，为了对不起而对不起。好，为了这一场灾祸呢，可以给它避免过去，就好像我说以卫信，我们以前台湾的民间宗教就说好像办一场法会，或者是做个礼拜，好，那就没代志啊，就没事了。他们的态度是这样，好，他们只想息事宁人，他们并没有去仔细去探究、去了解这位来自于以色列的上帝，因为其实在古近东时代，他们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神明，他们会觉得这个神是从以色列来的，是以色列的神。就好像我们常常基督徒有时候会听到，这一辈应该可能比较没有，可是我们的上一辈常常会说，那个基督吼，那个耶稣吼，耶稣是对外国来的耶稣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讲法，就是基督是西方的基督，西方国家的基督，不是我们台湾，好像就是好像耶稣不是我们台湾人的耶稣这样子哈。所以很多国家地区的神明，他们都有，或者是人民都有那种概念，就是神明是区域性的，是只有在一个区域性的。可是从一开始就讲了，上帝不是区域性的，他是全地的，好，他是全地的主。
回过头来讲，尼尼微当时他们就是觉得好息事宁人就好，他们没有探究原因是为什么。尼尼微并没有好好的把握那一次约拿的传讲，他们并没有把握那一次彻底悔改归向上帝的机会，他们仍然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惩罚他们。他们如果我们有知道尼尼微亚述的历史，就是知道说他们因为他们所到之处都贪婪掠夺，而且无所不用其极的铲除异己，他们完全违背上帝要以公平公义来治理世界的心意。虽然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灭亡是上帝透过亚述，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了哈，所以讲尼尼微其实也就是一直在讲亚述的这个国家这个帝国。上帝当初使用亚述这个工具来击打以色列，让北国灭亡。可是呢，这个亚述呢，就是已经太超过了。我们讲说处罚小孩也要有一个程度、一个限度哦，你不能打到太过头了也不行，不能打得太过头。好，所以呢，这个亚述呢，他就用这样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铲除异己，完全违背上帝要以公平公义治理世界的心意。因此，时隔多年，上帝再一次差派先知纳鸿，再一次的向尼尼微发出警告。所以在小先知书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约拿，上帝之前先差派约拿对尼尼微城发出审判的警告。然后呢，接下来没有多久，又派出纳鸿向尼尼微发出严重的警告。然而，上帝透过纳鸿要来发出警告的这一次，目的已经不是希望尼尼微能够就此悔改认错了，因为上帝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上帝必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先知纳鸿在此时对残暴的尼尼微、残暴的亚述大军发出审判的预言，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被他们逼迫的国家，当然最主要就是南国犹大这一群上帝的子民，上帝希望借由对于尼尼微的审判，来带给他子民一个莫大的安慰。就好像一个人打你，好，说上帝怎么替我报仇啊？然后上帝突然跟你讲说，黄之梅，我会替你报仇，打你的这个人呢，我会怎样，好，让他给他关监牢啊，或者是给他禁足啊，什么之类的。哇，上帝感谢你，真是替我伸冤啊，我就会得到安慰，对不对？哈，这照理讲是这样。可是那个时候的犹大并没有从这里得到安慰，为什么呢？很可惜，当时的犹大，南国犹大，他们不论在信仰上、道德上、生活上，都是最糟糕的那个时候。他们敬拜献祭常常敷衍了事，有口无心，随随便便的，更不要说把上帝的话刻在他们的心板上。那因为他们长期的接受亚述大军的侵略嘛，就好像我们长期受到我们对岸中国的那个恫吓，他们最近常常飞机常常想要来这边挑衅啊，各种这样子。就好像我们知道说中东地区，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常常战火绵延，然后他们就要备战嘛，常常接受这种军事侵略、掠夺，这样子打压的情况下，国内的人民呢，国内的资源就会不断的被消耗掉，因为要加强国防，很多的资源都跑到国防去了，比如说现在还需要教召的。定性嘛，好，文凯的教召嘛，你们赵敏也要教召，好，就是现在教召就要延长了，而且非常的就是不是只是扫扫地啊或跑步，可能还要真的是实弹啊，各种，然后好像义务役也要开始延长，好，本来是2年的，后来变成1年，后来变成4个月，现在好像又有要回到1年这样子。就是在国防战力上不断要强化的时候，我们民生一定都会受到影响，好，一定会受到影响。好，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照理讲，我们要团结一心啊，对不对？团结一心嘛。
可是，在南国犹大那个时候啊，有钱有势的人却仍然想方设法要累积自己的财富，然后那些高官、达官显要呢，仍然无情地向市井小民索取各种贿赂、剥削。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充满了不公平，也充满不公义。这群是上帝的子民哎，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哎。好，这群南国犹大上帝的子民，从君王到百姓，空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悔改的实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敬拜上帝，但是他们的心却离上帝很远，因为他们做出来的就根本就不是，根本一点见证都没有。因此，上帝借由先知那鸿所说的“上帝必击打他们的仇敌”这样的应许，也没办法进到他们的心里，因为他们就离上帝很远啊。上帝，你说。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啊，或者是根本都进不来，好，所以呢，上帝的应许就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得到真实的安慰。上帝从未应许天色常蓝呐，生活中一定会偶尔我们会想说，偶尔会碰壁，好，或者是有不如意，小孩子总是会有吵闹的时候，工作总是很无厘头的，可能就会被主管来定，好，各种。细心安排的活动，有时候可能就没有人过问啊，现实动态，有的人现在年轻人很喜欢上现实动态，哇，现实动态怎么也没有几只猫在看，没有人几只猫在关注。很多时候我们很想努力维持生活的平衡，特别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上有父母下有小的，然后工作有工作的各种压力，对不对？我们其实很想努力维持生活的平衡，却常常感到心力交瘁。还是觉得好累哦，真的好累哦。然后特别现在面对高房价、高租金，除了叹息还是叹息呀。然后很多物价都一直上涨，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也只能继续勒紧裤腰带。面对残酷无情的战争，我们也常常觉得使不上力。在这些外表上看起来好像都是上帝的一些警告跟审判。看起来好像都是上帝所降的灾祸，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反省的机会。上帝要我们反省什么呢？我们要好好检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里得罪上帝。我们要反省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只有表面上而已，做样子。前一阵子牧师在一篇的讲道里面有谈到我们背道的病，然后那个病如果不去处理，就会变成背道的瘾。会变成上瘾啊，背道也会变成一种上瘾的状态。就是我们要反省说，我们的敬拜是只是表面上做表面功夫，还是我们真的有实际上要去做改变？不然的话，我们就像那些尼尼微那些人一样啊，表面上悔改，哇，披麻蒙灰啊什么的，这样子禁食啊，看起来就是一副很敬虔悔改的样子，但实际上根本还是一样哈。我们是不是有反省自己？是不是常常让自己沉溺在一种不满、不安的情绪里面，失落了有主同在的平安？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没办法成为我们的盼望？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仍然没有平安？上帝的应许其实有很多啊，牧师来考大家，看大家我们来接龙啊，牧师讲前面，你们看你们接后面这样子。好，上帝应许我们，他是以马内利的主。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主与我们同在，然后他应许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但是天父仍然养活他，也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他就会让我们得到安息，得到安息。还有应许哦，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耶稣基督这个宝贝。然后呢，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个宝贝在我们瓦器里会怎么样？当我们受困的时候就不被困住，我们内心困扰却不会绝望，我们被击倒在地了怎么样？不会死亡。好，却不致死亡，不致灭亡。还有许许多多的应许，这些应许我们会说啊，牧师那在旧约啊，或者在新约啊，那是已经2000年以前的事情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上帝的应许绝对不是过去已经结束的事情，也不是在未来好像很遥远很遥远，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隔靴搔痒，拿不到、吃不到、摸不到也拿不到，不是的。上帝的应许实实在在的是从过去、现在一直延续到未来，都一直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只要我们用信心去领受。上帝的应许多到讲不完呢。问题是这么多的应许，为何没有刻在我们的心里呢？为何无法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为何有的时候基督的真光并没有办法赶散我们内心的黑暗？为什么我们会像那些尼尼微人，或者是像那些犹太人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落难的时候啊，上帝的话没办法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还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无助，非常的没有平安。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请那个好，谢谢。今天的经文第1章15节这里说：“看哪，在山上有报佳音、传平安之人的脚踪。”这些人是谁？看哪，在山上有报佳音、传平安之人的脚踪。这个人是指谁？在狭义来讲是指耶稣基督，但是广义来看，就是指我们这一群愿意跟随基督的门徒。耶稣说，他要将超越人所能想象的平安赐给我们。这表示什么呢？超越人想象，表示耶稣会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带领我们经过风浪，进入他的安息。所以我们不该因为困境而失去有主同在的平安。在患难中，当然我们在我们一些苦难的过程当中，上帝也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某种勇气，让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做那个。好，我们可以做我们所该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知道伊利他在不断化疗的过程当中，他的苦难，但是呢，他也有做他可以做的努力。你们在工作上碰到的一些难处，主管各种的刁难，上帝也赐给你们智慧，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或解决。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努力，但是却不能失去那个平安。我们有一句话说：“尽心尽力，结果交给上帝。”我们要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要放心的把一切交给上帝，顺服他的带领。常常跟义杰牧师一起去探访会友的时候，或者我们出去办一些事情啊，哈，就需要的时候就开车了，哈。开车我都坐在副驾，就是驾驶座旁边。很多时候，义杰牧师开车，他跟我的开车习惯不一样。我开车的时候，我会固定路线，走我熟悉的路线，我怎么去我就怎么回来，这样子。我会先 Google 好怎么去怎么回来。但是他不一样，他就是会乱钻。今天想往右转就走这一边就走这边，明天想往左边走，同样的目的地哦，他就是喜欢走不同的路。他想说试试看嘛，反正前面看起来怎么样，就想说换一个路线走这样。当他这样子在那边换路线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平安的，我并没有觉得说你要走到哪里去啊？这样对不对？行不行啊？怎样会绕太远路啊？什么？我就是很平安的就让他去开，好，我们这样子。可是有的时候啊，偶尔需要我自己需要坐计程车才能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某一个地方，我坐在计程车上面，我就会注意，我就从一开始我就会很专注这个计程车，这个司机他走的路线是不是我熟悉的路线？如果今天他突然转了一个弯是我不熟悉的路线，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该到的路口他没有弯进去，我就会心里会有一点就是不平安啦，有一点忐忑。当然也怕说他是不是故意绕远路啊，或等等之类的，就各种那个小剧场就会在心里不断的出现这样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种同样是坐车同样都有司机的情况下不一样。一个呢是我很放心的，蛮有平安，
另外一个是，好，我知道这个路线大概是怎样，那个方向感那个大概是怎样，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很多 OS 在我的心里面，没有什么平安。一个是我熟悉认识的人，一个是我不认识也不熟悉的陌生人。问题来了，上帝对你来说，是你熟悉认识的人呢，还是像陌生人一样充满疑惑？去医院看病也是这样子啊。好，我们去医院看病，应该都有去医院看病的经验了哈。我们都喜欢找认识的，或者是我们会去打听，哪个医生比较好啊？哈，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因为有信任感嘛，我们都喜欢去找那个认识的，或者是人家提供的一些讯息啊。好，这个医生不错不错，这样子有挂保证的这样。就算我们去给这个医生看完以后，那个结果不如我们想象，不如我们预期，可能我们觉得说啊，应该全100%的好。可是呢，到最后如果只有好70%，或者是好像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会不能讲欣然接受了，就是比较能接受啦。好，因为这个医生嘛，我们信任他嘛，我们就很能接受他的最后的决定，或者他治疗的结果这样。可是如果我们碰到的是也没什么好探听的，然后那个医生也不知道，就是名不见经传，或者是不太信任他，可能我们在从治疗的开始到结束，我们就会不断的查资料，不断的问。那个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毛病啊，好，看这一科对吗？好啊，这个医生这个医院马偕不行，台大 OK 吗？台大如果又不行，那还有什么医院？三总啊，哈，或者是荣总啊，好等等之类的 OK 吗？这样子就开始这边，整个过程就是很不安，整个过程就是很没有平安。所以呢，就是然后。如果结果又不如你的预期，哇，那就更没办法接受了，对不对？可能治疗的结果都是一样，但是对于一个你信任的医生跟你不信任的医生，我们比较能接受那个信任的医生的治疗结果。所以呢，同样来讲，耶稣对我们来说是值得我们信任的大医生，还是让我们充满疑惑那种好像蒙古大夫的两光医生这样子？我们对上帝的全能与应许到底有多少的确信，取决于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当上帝用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专心的仰赖他，安心的跟着他，还是总是三心二意？在福音书有一个记载，就是有一次彼得他想要跟耶稣一样，他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他就看到说，他也想跟耶稣一样在海面上行走这样子，然后耶稣就也 OK， 他说来呀来呀，那你就走过来呀，没问题的，你就来吧，好，你就来吧，你就走过来吧。耶稣的话在那个时候给彼得很大的盼望跟信心，然后彼得呢就真的他就很勇敢的踏出的第一步。不晓得踏几步了啦哈，反正就是走了几步之后呢，彼得就开始半信半疑的转移他的视线往下。他本来是专心注目耶稣的，可是当他的视线没有注目耶稣，再开始注意他脚底下那个海浪的时候，他就失去了，顿时他慌了。当他看到那个海浪一直在翻腾的时候，他慌了。顿时他就失去了耶稣的承诺跟应许。耶稣承诺他，你过来嘛，耶稣都说了啊，好。彼得在那个时候失去了他可以在海上行走，并且走到耶稣那里的盼望。就在彼得他没有办法专心注目耶稣的同时，就几乎要被海浪来淹没。所以当我们遭遇到仇敌攻击、惊慌失措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在第1章15节后半段说：“犹大，守你的节期，还你的愿吧，因为恶人不再侵犯你，他已经灭绝尽尽了。”意思是说，在这个时候，越是在我们遭受患难的时候，我们更要继续的敬拜，继续的守节，甚至可以向上帝许愿。犹太人最重要的3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跟住棚节。
那对这些在旧约时代的节期，对我们现在新约的子民有什么样的启示跟象征呢？就是当我们借着敬拜，就可以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也相信借着敬拜，让我们可以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大能。借着敬拜，我们可以更加确定上帝他相当乐意将他丰盛、充充足足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看到这个经文，1章15节跟第二章的第1节，就好像是一个平行时空的那种概念啦。前阵子年轻人就讲平行时空嘛，就好像2个平行时空同时在发生的事情。怎么说呢？1章15节我们就是看到一个敬拜的场面。2章1节呢？2章1节就是当我们在敬拜的那个同时，2章1节说，那打碎你的人要上到你面前。这个你跟2章1节的这个你，跟跟第1章15节那个你是不一样的你。1章15节的那个你是指犹大，是指上帝的子民。但是2章1节的那个你，那打碎你的人上到你面前，这个你是指谁？那是指上帝子民的仇敌啦。以我们那鸿书的背景来讲，就是指亚述大军、亚述的军队。就是在1章15节，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2章1节那打碎你的人是谁？就是上帝。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上帝就上到亚述的面前，就要去打碎他们。然后在2章1节的后半句，要看守堡垒，把守道路，要挺起腰来，大大使力。这里是指的是什么？意思是上帝就要来把你击打了、击碎了。亚述，你如今你就好好的看守堡垒，把守道路，挺起腰来，大大使力。你要好好做好防御啊！但是即使你做好了各种防御工事，你仍然在上帝的攻击击打之下，仍然是没有用的、无效的。即使你好好的看守你的堡垒，即使亚述你好好的把守你的道路，即使你腰束皮带，想要来抵挡上帝的攻击，都是无效的、没有用的。你只有面对上帝的击打，亚述你只有投降的份。好，所以这是第1章15节到2章1节，好，就是有这样子的解释。如果我们不太了解，可能第2章1节我们就可以看不太懂，不太懂这个到底是在干嘛这样子。好，所以呢，从这里我们看到，越是在人生低谷、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更要专心的敬拜、参与聚会。只要我们持续的敬拜，持续在耶稣基督里站立，上帝必会出手护佑，甚至于他会击打我们的仇敌，替我们伸冤平反，替我们报仇啊！在那鸿书里面，我们的上帝是会替他的子民报仇的，他是会报仇的，不只是伸冤，他会报仇。因着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得到真实的安慰。然而，我们的仇敌是谁呢？我们的仇敌，他可能是不公义的政权。它可能也是不公平的一些组织，或者是现在这样充满竞争的社会。为什么我们会被主管定？为什么我们会可能有的还会被同事怎么样？后面插一把刀，就是竞争嘛。那常常主管就会有时候会凹你啊，想说啊，你是他属下的员工，他就会凹你做一些不是在你职务里面的事。不是你该负责的范围，就不公义嘛。或者是凹你，那个凯华，你的业绩要好，那来一杯咖啡吧，请我喝杯咖啡，每天请我喝杯咖啡，不公平嘛？为什么要这样不公平、不公义呢？这样子的社会，就是我们的仇敌可能是这一切，也可能是任何想要试图摧毁我们对上帝信心的那一些状态，那一些谎言。最近我们都很关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牧师最近有看到，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报道，其中是有关于乌克兰的国歌的记载。
那一篇报道的记者写说，乌克兰的国歌里面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写的。乌克兰的国歌里面说，乌克兰还没倒下，它的光荣和自由犹存，命运会再向我们微笑，我们的敌人必会灭亡，就像太阳下的露珠。跟那鸿书记载的几乎是如出一辙。乌克兰还没倒下，它的光荣和自由犹存，命运会再向我们微笑，我们的敌人必会灭亡，就像太阳下的露珠。在乌克兰的国歌中，他们相信他们的仇敌，当然他们现在的仇敌摆明了就是俄罗斯。他们相信他们的仇敌必会灭亡，就像太阳下的露珠必然会怎样？会蒸发掉，什么都不剩。这样的盼望成为乌克兰在这个时候最大的安慰。而他们的国歌里所要表达的一个意念是，俄罗斯所能摧毁的是只有他们的家园，只有他们的设施，但是没有办法摧毁乌克兰人他们内在坚定的意志。这就好像上帝借着先知那鸿的呼吁，上帝应许那用不人道的方式来摧毁犹大的亚述帝国必定会灭亡。这样子的应许是该成为犹大的安慰，而亚述果然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被毁灭了。亚述就最后不久的将来就被毁灭了。上帝确实会替属他的子民报仇啊！在今天的经文2章2节，2章2节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像复兴以色列的荣华。虽然蹂躏者曾经蹂躏他们，毁坏他们的葡萄枝。我们这句话换过来讲，就是耶和华复兴他必会复兴他子民的荣华，像复兴以色列的荣华。虽然蹂躏者曾经蹂躏我们，虽然这些蹂躏者曾经毁坏我们的葡萄枝，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又回到了第一章的15节。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能继续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到处报佳音，做见证，传扬平安的信息。上帝击打我们的仇敌，会带给我们真实的安慰。而真实的安慰来自什么？在一开始有说到，那些南国犹大在当时他们并没有得到真实的安慰，是因为他们跟上帝距离太遥远了，他们的心已经远离上帝了。所以真实的安慰来自什么呢？真实的安慰来自对上帝的盼望，来自对上帝应许所有的盼望跟信心。上帝如今透过先知那鸿，同样在对我们发出安慰的呼声，盼望我们建成能够成为一个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得到安慰的地方，让忧伤软弱的人可以安心的来教会疗伤，可以直接从上帝得到安慰，或者是透过我们肢体之间来得到安慰。当我们落在仇敌环绕的黑暗当中，我们更要专注的、专心的注视、仰望上帝所应许的一切。愿我们建成能遍满报佳音、传平安信息的人的脚踪。愿上帝的安慰能够深深的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接下来唱这首回应诗，我们用这首回应诗《叫我抬起头的神》来回应我们